四格顯紙畫第四格四葉草。介紹材料及工具：一、圓形尺；二、彎嘴夾；三、顯紙筆；四、白膠；五、0.5 cm 紙條，要淺綠色、深綠色同埋紅色。外頁紙部分，用半條深綠色紙條放入顯紙筆中間，捲成紙卷。用圓形尺量度，畫一圓形大細。塗上白膠，將紙尾固定，跟住喺膠水固定位置列出一隻角，做成水滴形。然後用手拿實尖嘅一邊，另一隻手將圓嘅一邊向上推上，形成腰果形，總共做8個。頁紙中間部分，用3 cm 淺綠色紙條放入顯紙筆中間，捲成實心紙卷。塗上白膠，將紙尾固定。頁紙組合，塗上白膠，將淺綠色實心紙卷放入2片外頁紙中間。夾實固定，形成心形，總共做8片。組合部分，背景紙上塗上白膠，貼上葉片。花坑部分，將深綠色紙條塗上白膠，然後對接，按畫面量度所需嘅長度。跟住喺花坑頂部兩邊塗上白膠，然後貼喺2片葉紙嘅中間，再整理葉形。用同樣嘅方法完成埋其他部分。小甲蟲，用8 cm 長嘅紅色紙條捲成紙卷。用圓形尺量度，畫一圓形大細。塗上白膠，將紙尾固定。將拇指頂住紙卷嘅底部，同時將2手嘅食指將頂部兩邊向下壓，做成半月形，總共做4個。將2個半月形用白膠貼合，形成一個圓形。用錐仔喺小圓中間嘅位置撐開一個空位，然後喺背景紙上畫上小半圓、觸角同埋身體，之後喺身體嘅位置塗上白膠，將紅色嘅紙圓貼上。用同樣嘅方法完成埋其他部分。咁就完成第4格嘅4葉草啦。完成4格嘅顯紙花草後，最後上埋個畫框，就完成晒啦。